一秒天亮不高，仲會滋生霉菌，所以我依家唔靠天，靠呢部嘢。2026 mini 摺疊乾衣機 Pro， 屋企位唔多，但3月快乾。我依家用呢部，隨掛隨空唔壓地，人體積一次搞掂全家飯量，一次最多18件，承重10kg， 收埋真係細部，拎起就走，整機1.7kg， 一體式設計咁 mini， 免安裝，更快烘乾。電源線同乾衣袖一齊收埋，揾條杆一掛就用。宿舍、屋企、酒店都得。打開之後，入面係分區設計，掛衣區可以放到13件，掛底區再加5件，細件嘢好就手，一次最多18件，承重10kg。屋企大細衫褲一次搞掂，拉翻埋拉鏈，即刻開始立體循環，雙環雙出風加立體循環風度，360度環繞進風，少咗外乾內濕 ，PDC 恒溫熱烘，升溫快，溫度更平順。趕時間就用 Hi 全程熱風，想溫和會議就用 AI 冷熱交替，除蟎效果最高可達100%。夜晚開唔怕嘈，低噪最低至52dB。有視窗一眼睇到，唔使成日開拉鏈散晒熱，1到8小時定時，到點自停，唔要定時長撳1秒佢就取消。拎出嚟係乾爽，鬆鬆軟軟，厚衫褲都更易乾得光滑，掛住胸衫冇咁易皺，慳翻創新時間，邊度都掛到，用到即收，接埋晒細部，收落櫃都唔霸位，回淋天都唔怕，乾衣交俾佢，我照做我嘅事。2026乾衣機。